西丽大桥捌做远东第一大桥，高搭永远是真重要、真有代表性建设。其中上主要的推动者，就是在地前西丽镇长李应同。阮爸爸是伫西丽出世，这公校读到5年的时，老师拢日本人。迄当时有一寡老师真看无起这台湾囡仔。同学内底有一个囡仔叫老师拍，伊就足受气，起来甲老师理论，气到全家己退学安尼。一冬后，才当顶学历去迄个台南长老教的中学，读4冬了。因为这个基督教的学校总督府无要承认因的学历，所以阮爸爸转去日本读册。李应同的老爸李良海，伫37岁过身，留落袂少的残垣。本地是要互李应同伫日本发展，后来因为李应同真好的朋友廖文仁博士伫日本中风过身。李应同陪廖文仁母囝夫人返来台湾，嘛顺续搬倒返来。返来西丽了后，伊就起这间厝，互规家伙仔大。因为对母校的怀念，嘛互这间厝真有家己的特色。山上有一个mark，迄就是东志社学校的校徽啦。阮爸爸足爱这个 logo， 爱伊甲袂讲者。所以你会看厝的外口有这个校徽，厝内底的窗嘛有是这校徽。伊足爱伊的学校，伊佫感觉讲以他的学校为荣就对了吼。佮阮2楼这个阳台两边窗纸都是日本字英光2字，因为伊是真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感觉讲英光归上帝，所以伊伫窗纸爱用这个。李应同头脑真好，返来台湾无偌久，就伫台南州美国组合成功外销台湾的漆仔，而且佮成立龙泉产业会社。伫故乡正面嘛有罗马字龙泉，来纪念伊的老爸所创立的龙泉商号。落尾，伊感受到故乡交通无利便，佮看见乡亲长期的真情，敢若伫日本时代起好大桥的基础，尾啊，就因为战争来停工，互李应同当选台南县参议员，遂来争取起西丽大桥。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随开会，伊就提出这个要起西丽大桥的代志，但是无，怎拢石沉大海也无迄个啊！拢讲咱即马政府足无钱的，要反攻大陆也无钱。拄尾拄阮爸爸一个朋友伫美国返来，因为伊的关系，甲阮爸爸讲会使甲美国请求美元，所以阮爸爸从私人甲迄个美国经济开发总署申请，伊家己写批，家己亲身摕去甲台北，这中间。因为装甲兵打撤退的时阵有水袂当过，所以装甲兵从西丽驻扎下来啦，迄阵阮爸爸做镇长，对这官兵真好，因为安尼捌这个蒋纬国将军，这个蒋纬国将军带阮爸爸去见这个蒋介石，总统。总统本来讲话嘛讲同款，嘛是讲无钱，阮爸爸就甲伊讲，已经请美元啦。应该无问题，若要反攻大陆，佫更加爱这起大桥，因为这伫军事啦、伫交通啦、伫经济拢足重要，才安尼西丽大桥才会当起。伊的用心对家庭、学校扩展到社会，伊的故事甲精神，嘛亲像西丽大桥，永远记伫历史内底。